喺今日呢個直播就試咗 Namusan Lab 嘅 QTI，係屬於佢哋嘅入門耳礦產品。今次嘅設計特色咧，就係用呢個 JFET 嘅晶體去模擬三極真空管嘅設計。咁所以咧，可以話係用石機嘅方法嚟到做一啲膽機咁樣嘅聲音。咁成部機喺設計上面嚟講咧，都維持住 Namusan Lab 嘅風格啦，都係一個紅色嘅面板加黑色嘅機身。今次咧就比起之前嘅 Sapphire Premium 咧細部咗唔少嘅。咁所以對於喺香港有土地問題嘅朋友嚟講咧，都算係相當之適用嘅。呢方面嚟講，同佢哋所提到嘅用石機嘅方法去做到膽機嘅音色，其實都真係幾相似嘅。試咗好幾款唔同嘅頭戴耳機啦，其實都俾到一種好似膽機嗰種潤澤嘅音色。尤其是人聲嘅部分，聽咗好幾首唔同嘅人聲嘅歌曲啦，然之後對比翻用一啲自己可能係其他系統上面會聽到齒音啊，一啲無噪感嘅聲音嘅時候咧，喺呢個系統再聽一次，其實會發現，佢對於嗰個齒音啊，嗰啲無噪感咧，係的確會好似翻去某啲膽機上面有種潤滑去抹走咗佢，令到成個事情，令到成個聽感係順滑咗唔少嘅。咁但係呢種順滑得嚟咧，又唔會令到嗰個細節啊，去成個分析力嘅影響好大。而即使係播啲女聲嘅歌曲咧，亦都可以做到嗰種穿透力又帶啲柔和同甜美嘅聲音。呢一點嚟講，我自己覺得係相當之吸引嘅。而除此之外咧，低頻係佢另一個重點。咁因為試咗好幾款唔同嘅耳機啦，都係發現，佢對於低頻嘅分量咧都加咗唔少嘅。即使你撳啲 monitor 大風都好咧，出到嚟嘅效果咧，俾到個感覺就係有一種監聽風，變咗做一個流行曲嘅風格。因為咧做咗個豐滿嘅低頻啦。有唔錯嘅層次啦 ，bassline 係豐滿有彈性，而鼓聲都做到唔錯嘅打擊感。咁連埋頭先提到人聲嘅部分，即刻咧就變咗一個流行曲嘅風格啦。咁高頻方面咧，其實佢都做到一個明確嘅展現嘅，即係話本身隻 headphone 佢個高頻係做咗一個好強嘅延伸，連埋成個系統做到好強嘅延伸嘅時候，佢都一樣俾翻一個咁多份量嘅高頻俾你。但係另一方面咧，佢都會將個高頻咧修整得舒服同滑溜一啲嘅。咁不過呢個滑溜咧就唔會令到佢太過膩嘅，即係變成一種我會稱呼做一種暖光嘅狀態。即係話咧好 bright 啦，但係呢種 bright 咧你係覺得嗰種暖同舒服嘅。到最後咧就可以講埋啦，佢嘅推力係唔錯嘅。咁所以咧推一啲咧300ohms啊，又或者平板嘅耳筒咧，只要真係唔係講緊好近好近嗰啲咧，佢都推動得到。同埋其實佢對於訊源咧，某程度上都算係幾靈敏嘅，所以咧夾唔同嘅 DAC 啦，甚至乎用 DAP，某程度上咧佢都聽到前端嚟講嗰個水準係有幾高。不過其實測試當中咧攞旗艦嘅 DAP 拉歐俾佢聽，都覺得係好好聽。所以喺系統嘅定位同埋設計上面嚟講，我都會覺得除咗係一啲入門嘅用家想有一部 M 仔啱開始玩頭戴又得。對一啲 advanced 啲嘅用家，你有一個旗艦嘅 DAP， 然之後想要多一部 M 仔，可能喺房做副系統或者 office 台面做副系統，佢都可以勝任嘅。咁所以出去試機嘅時候，就記得帶翻大家嘅頭戴嘅耳筒啦，去聽下人聲嘅部分啦、低頻嘅部分啦，係咪你中意嘅聲啊？